Hello，大家好啊！嗱，今期咧阿傑仔咧又有好嘢介紹俾大家啦。咁阿傑咧今期咧喺翻江門呢一邊咧，同大家發掘一啲非常之筍嘅4.0啊！講緊咧，大家平時聽開4.0咧係鬼咁貴嘅，講起即係摩身咧都要2-3萬起步噶啦。但係今期咧阿傑介紹嘅呢個4.0咧1萬蚊樓下嚇，講緊係9000零蚊搭精裝修噶啦。同時咧，我哋作為喺香港嗰邊啦，或者係華僑都好啦。如果香港嘅朋友過嚟咧咁咧呢個盤咧有個優勢係咩咧？就係佢一出嚟呢個商場咧，叫做新華城嘅呢個商場咧，僅需步行啊8分鐘係啦，因為個距離咧大概係500米以內嘅啫。然後步行過嚟得噶啦。然後翻香港嘅話咧，呢度咧有中旅啦。我身後呢個紅色嘅就係一個站點嚟噶啦。大家見唔見到？可以喺度買飛。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呢個永東啦。OK，永東就喺前面。永東咧一日咧都有差唔多係至少6班嘅班次嘅，所以大家係唔需要擔心翻到嚟呢個樓盤個位置嘅，十分之方便啦。同埋班次都非常之多。兩個唔同嘅運營商。呢個商業體咧循例都要同大家睇睇啦。重點咧係想同大家講下咧，就係呢個盤咧介紹得俾你哋咧，就係因為可以步行嚟到呢個商業體啦，同埋步行可以直接直通巴可以翻香港嘅。唔需要任何轉車啦，會比較快手少少啊。現在轉個鏡頭同大家一齊睇睇呢個非常之大嘅商業體啦。現在阿傑咧喺呢個位置咧叫做江門嘅學生區域嘅。呢個學生區域咧，如果大家有嚟過都知道啦。有個比較出名嘅一個叫鼓爐水鄉啊，都係呢個地區噶啦。我哋一次過嚟望一望佢嘅商業情況點先。佢呢邊嘅商業咧，我可以咁講啊，好旺啊。現在我喺外街啫。如果入到內嘅情況咧，大家可以見到成個商業氛圍咧係非常之濃厚嘅，係啦。同埋咧呢度咧，其實呢個地區咧有樣嘢好，即係佢屬於係一個呢個商場隔離咧，其實就屬於一個學生嘅新嘅一個市中心地方嚟嘅，所以我哋呢個樓盤咧都屬於係一個市區，因為步行過嚟真係僅需要8分鐘時間啦。好，我哋喺呢度入去望一望。入邊咧還有一個大商超市啊，好多唔同嘅一啲食肆鋪位啊，人就非常之多噶啦。還有咧呢個樓盤咧，佢有樣嘢好咧，就係除咗前面我哋步行幾分鐘有商業區咧，個隔離咧還有一個人民醫院，學生嘅人民醫院。作為一啲長者翻到嚟退休咧，起碼都係叫做保駕護航，大家都希望話即係住翻附近咧，起碼有醫療啊各方面可以保障到啊嘛。我哋平時見到嘅一啲商業啊，喺呢度咧全部都有噶啦。KFC 啊、M 記啊、酸菜魚啊、無招牌啊，呢個無招牌食牛蛙嘅嚇。呢個商業咧佢分2個區嘅。現在我哋喺其中嘅第一個區部分睇啦。睇外圍嘅商業啦。如果內部嘅商業咧，俾啲鏡頭大家去望一望啦，陣間。翻返嚟小區睇翻佢個小區外立面先啦。樓盤名咧叫中興匯富居嘅。整個小區咧佢係總共咧分3期開發。眼前見到嘅咧就係1期。呢1期咧入邊咧佢係分2種產品嘅，有種咧就以前舊式嘅3.0啦。前面啲新啲嘅3G咧就係新嘅4.0產品啦，即係新型嘅住宅啦。現在咧我哋翻去小區啦，直接去睇睇佢個戶型係點樣啦。順便同大家講下啦。現在其實呢啲新型嘅住宅咧，通常咧個收樓時間咧都會期限比較長啲啦。起碼都要去到2年到啦。所以咧呢個中興匯富居咧嘅收樓時間咧都要去到2028年嘅4月係啦。如果大家接受唔到呢個時間咧，基本上都唔需要睇嘅啦。加上咧市面任何嘅4.0產品咧都係咁長下時間嘅啫。小區嘅來源啊，各方面咧都整得叫做比較 OK 啦。重點講咧，就係因為現在市面好多4.0嘅產品咧，我認佢嘅價格咧就非常之高嘅。如果換個地區，哪怕攞江門學生嚟計咧，
咁啊，佢呢個有啲特價單位都講緊係80萬出頭都可以買到一啲3房2衛4.0啦。咁啊，加上咧首期咧上會嚟計咧都係10零萬可以搞掂噶啦，都係一個正常人可以負擔得到嘅。OK，咁啊，現在咧我哋大致講講個小區情況啦。咁啊，現在睇翻小區呢一棟樓下係點樣噶啦？佢呢個一棟嘅小區入戶大堂咧，都顯得十分之大氣啊！咁佢一樓咧，佢還有一個健身室喺樓下嘅，咁啊，同大家入去參觀一下。咁啊，有啲簡易式嘅跑步機啊，同埋啞鈴啊等等之類嘅。咁啊，可以一眼望晒㗎啦。咁咧，佢講唔上就話係一個好大型嘅一個會所式咁嗰種啦，咁啊都係簡易式嘅，係啦。但係佢一樓嘅呢個入戶接待嘅呢個做到好似前台咁咧，我覺得又整得幾好睇嘅。咁啊，到時咧就有保安叔叔啦喺呢度坐住啦，可能係做一啲到訪登記等等之類嘅啦。咁啊好啦，咁啊現在咧我哋上去睇翻呢個樣板間啦。咁啊呢度兩部 lift，咁啊現在直接上去。咁啊眼前呢個咧就98方嘅戶型啦。咁啊佢0102都係呢個戶型嘅。咁啊同大家睇睇呢個創意樣板間係點樣。咁咧佢都係一個精裝交付嘅標準啦。咁啊大家可以睇睇佢嘅裝修標準。咁啊基本上咧除咗一啲軟裝上面冇嘅嘢咧，硬裝基本上都係咁噶啦。咁啊，一個 H 型嘅廚房啦，咁出邊話有個生活攝像台。咁啊，呢個咧就係客廳部分。OK，咁啊，我哋現在咧就直接出去睇睇呢個大露台可以望出去嘅風景。咁98方嚟計咧，佢現在啲4.0嘅露台咧就整得非常之大啦。咁啊，基本上咧就全贈送嘅呢個露台。咁啊，以及望出去咧，就係呢個係佢個富戶居嘅一個二期嘅一個產品咯。係啦，咁啊，日後呢度咧都係喺別墅，所以咧，我哋嗰個景觀上面咧就唔會話有十分大嘅一個阻擋。咁啊，呢個有個空中花園啦。啊，OK，咁啊，去睇翻一啲房間先啊。工位嘅位置，其中一間客房。啊，咁啊，呢度咧就第二間客房啦。咁啊，呢間客房其實佢比較長身一啲啊，佢就唔係四四方方嗰種客房。咁啊，到時咧擺床嘅情況咧，咁啊，幾乎咧你個床頭咧，如果放翻喺呢個位咧，先係合理啲啊。其實樣板間佢嘅設計就一個好好嘅展示啦。咁啊，套間位置大致望一望啦。OK，咁啊，大家會好少見到咧，主人房咧出邊咧都有露台嘅。嗱，呢個實屬少見啦，因為佢係成個露台咧連貫式走到嚟主人房呢邊，所以咧呢個層數咧就係一個基數層啦，所以就有呢個優勢喺呢一度啦。咁啊，基本上咧就可以做到衣櫃嘅。嗱，咁啊呢個就套間位置啦。咁套間咧係其實可以做到浴缸嘅，咁啊睇你自己後期要唔要改啦。OK，咁啊我哋睇埋另外一個戶型係點先。嗱，呢個就係138方嘅戶型啦。咁啊我哋直接上到嚟呢邊睇。哇！佢呢個廳
都好大下，138。咁啊，入門前咧，右手邊咧就有間套間嘅，咁啊，同大家望一望。OK，飯廳位置喺呢一邊，佢一個 U 型廚房。其實準確啲嚟講咧，佢呢啲戶型咧，其實就係一啲叫做以前嘅傳統住宅改良咗少少，係啦，即係又未太突出一啲話非常強嘅一啲實用性，因為睇個廚房都唔算話特別大嗰種，但咧佢啲陽台就真係異常地大啦。咁啊呢度咧做埋家政櫃，設備空間全部都有齊晒。咁大個空間，到時大家睇下自己點樣使用啦。咁啊，基本上咧，同樣呢啲陽台咧，都係連接住其他嘅房間嘅。咁啊，陣間入去見得到啦。咁啊，U 型嘅一個陽台式。OK，好。咁啊，現在我哋入去睇翻啲房間咩情況先。客位啊，其中一個客房。第二間，sorry，應該係第四間添啊，呢間係。嗱，咁啊呢個係主人房啦，主人帶埋套間。咁啊，陽台啱先同大家出去望咗下噶啦。OK，咁啊，我哋睇完整個戶型啦，大致上面同大家睇嘅大致不差。好啦，咁啊同大家睇完樓盤啦，咁阿傑都準備食飯啦，咁啊翻嚟商場呢邊咧，真係好近啦，行翻過嚟都係大概係自己步行時間都係10分鐘內都行得到噶啦，咁啊都係慢慢行。咁啊，今期睇嘅呢個盤咧，最主要咧同大家講咧，其實咧有啲細點名產品咧，即係如果大家係唔係一定話好注重一個地區性，即係大家都好想話近翻香港嘅，即係中山珠海呢啲熱門地方。就唔多講啦，價錢一定貴啦。其實大家如果想行翻出少少，即係俾多1個鐘嘅時間咧，咁啊可以嚟到江門呢邊咧，可以揀翻呢個地區嘅4點零住宅啦。咁啊同等效果啊，同等價錢係啦。咁啊只不過咧就香港過嚟咧就加多個零鐘啦。OK， 好啦，咁啊今期咧個分享咧就到呢度啦。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啊記住關注我哋傑佬 TV， 咁啊有下期嘅筍嘢繼續分享俾大家，我哋下期見。